礼拜农业评会向这边有过来讲嘅係台灣嘅農民傳統發展嘅歷史。對日本時代由甘蔗農所發起嘅台灣農民組合，算係台灣第一隻農民團體。啊，對1920年由不滿唐朝嘅欺負發起抗爭，對日本政府整合之後，組織將本瓦解。國民政府來到台灣之後，1988年為咗抗議美國嘅農產品開放，農民對5年認識要行上街頭抗議。遊行期間，因某度或者造成重大嘅衝突引起關注。去年苗栗中南嘅大埔事件，怪獸就好好嘅天罰快鐵，本農民過一擺表下腳頭，行上街頭，台上嘅喊出不滿，就希望政府在啲行動農民臉上重視農民權益。團結，好。2019年前年17，全台灣反專體嘅農民團體集體率頭開討，來表態守護農體嘅訴求。也因至苗栗縣政府用怪獸殘破天丘項嘅話，無民眾黨不滿，所以引發全台灣農民串聯抗議發動，請日本中央政府來重視農民嘅訴求。行政院長吳敦義同事件了後，有請學者同農民代表亦到行政院討論。我同時間慷慨做到，佢是1925年日本時代，日本不滿唐朝壓迫，本來係頭做高樹先生嘅建議，就同當其時嘅土著人，還有掠到種甘蔗嘅農民，成立台灣農民組合。苦到喊甘嘅台灣農民，就同佢哋不滿講出來，對高雄、彰化、對南向北都夾是傳開來，甚至引發了種落事件。農民啊，是被要求種甘蔗，比如這個區呢，一定要種甘蔗。這個甘蔗呢，一定要賣給這個區附近某一個工廠。所以呢，他這個農民對這個甘蔗的生產，他沒有自主權；賣的地方呢，也沒有自主權，所以它價格是不能自己定的。日本時代種落事件，日本政府用強力鎮壓的方式打散農民組織。光復了後，國民政府來台灣。1987年的時，日至開放美國農產品進口，造成國內農產品太落價，農民的本錢就係落反樹湯。台中東市嘅客家農民就組成體制嘅農民權利團體三鄉農權會，經其他派上北抗議，得到政府買發布美國農產簽證嘅回應。不過，到1988年5月20日，玉林農權會後少3000萬人到立法院投錢抗議，這邊造成228事件了後，請嚴重嘅暴力衝突。農民安太錢啦，大概可能幾年來，農產品賣了無好，心情壞，而且從頭可能就打風來，大家都想我認為，反正我當我認為人家要接受我哋嘅陳情，我哋要求。到第二個下朝開始經過打風來，所以講連立法院嘅招該排，今日都幫農民搏落來，今日有史以來第一敗。5.29農民行上街頭抗議，實變做暴力衝突，連咩巡捕嘅農民成為看到嘅場面。國家當其時嘅訴求，開判農保未得到回應，所以對5.29了後，大規模嘅農民運動就停建點落來。一直到去年苗栗中南大埔事件，苗栗縣政府用當強勢嘅做法，同他自家當權，各地嘅農民將個串聯強下，集體為到保衛土地來拼。行政院長吳敦義做出農業區優先保留嘅指示，被部苗栗後寮環保嘅鐵鐵農業區，到2022年4月14日12日度sẽ宣示保留。希望百上百抗議嘅民眾將總算是得安心。感覺哦，即擺陸續要哭出來啊！我實在哦，足感動啦！我有今仔日個成果，實在哦，無法度來形容。農民投入到土地上，同3萬種作，用佢哋勞力來種出人類生存需要嘅農產品。對氣候變遷還有糧食危機，政府做出2019年糧食刺激率達到40%嘅政策顯示，還鼓勵他自家加息得判。非洲這幫年來，農民運動嘅發展夠強，政府處理農經嘅問題，都睇到行經濟慢慢有所改變。不過，有些農民還需要政府來聽數，唔能淨關心農民，咪係關心土地，講農業是永久存在，有下較好嘅發展。
新闻王小康、刘文辉综合报道。